哥，你是？啊，大夫啊，即摆是要行倒一边？我嘛唔知影倒一边。可能是这边无。哎呦呀，哦，什么人物件放在这啊？弄一个疼到这边死。是我，歹势，光了伤忝，所以呢，放落来歇困一下。哎呦，我是会想，你是道士，咱应该是共路的啦吼。你知影我要去倒位？我知，你家庄对无？随我来啊。奇怪啊，明明就已经叫我来啊，他如果叫到迄个社会上，想无？好佳哉哦，我就缀着阮师傅哦，才家举这面旗啊尔哦。啊，若缀着迄个师傅哦，更加大尊的佛像啦。哎呦，我连命命都无去哦。我小道士啊，你是无看回想我跟这尊佛像，啊，唔紧去叫门。喂，开门啊！来面开门啊！阿弥陀佛，赶紧甲恁老爷讲，回想甲道士拢来咯。是，师傅请。你两位师傅到阿弥陀佛，冤过，回想我甲老道士已经来了。是，安尼才麻烦两位师傅了。来，请。冤过，请。师傅啊，啊唔对，甲调就搬要叫人抢去啊啦！我甲有讲唔对。来，歹势，小等下。回头啊，我呢带你落踅嘛，唔是办法。我看你就先当食啦吼。打袂晓掠腰，真甲气害了了。打刚刚迄阵是要创啥？笑死人！师傅啊，师傅，来，请来哈。哎，你请了。还本道士甲你观察来。啊，小等下咧。你在创啥物？
种叫做一人一边，甲袂抢来抢去。嘿，我啊，你莫大概拢学我，是你学我，哎，莫咧啥物啦。即马李公主的病到底是安怎啊？你著讲来听看卖咧啊！对，老师啊，到底阮后生是有救还是无救？照本道书看起来吼，你的公主啊，两眼无神，六神无主，三魂七魄拢去山摇。我看吼，去中着妖邪无毋对哦。安尼变怎？放心，嘿嘿，有本道书伫的，这个妖邪我一定有法度甲制服，挽回你的后生，你的公主的这个性命。真是的，感谢父。这光头白日妖怪早就走起避起来啊！若是掠妖的代志，是暗时的代志。这李元月啊，回想我规工一喙饭都无食着，腹肚是枵到咕咕叫。若来到遮久，未晓传一个啊！师傅啊，歹势，老夫哦一时叫访问的，即时哦命令咱准备个所在要来奉敬啦。无咯，爱吹啊！愈吹愈好，看牌边的上好，若有规只也搁较好。赞！师傅啊，这家人应该是食菜，你若食迄，有昨捌讲过呢？为我修心无修口，他人修口无修心。为我回修修心无修口。来，唔免客气。王伟啊，他这个小和尚，你是为倒找来啊？啥？伊毋是你带来哦？唔是啊，啥物人请的拢无重要，只要有代志通做，有酒通啉。我是无人请就家己来咧。好啊，来啊！这个小和尚假好主意。是。出去啦！假细啦！你问你无生目睭，你甲我讲着。腹肚都还未食饱，就共赶出来。来位，我的位图干嘛搁伫内底呢？无要紧啦，我明仔载再来甲你带转来。好酒啊，好酒！天都要暗啊，念的都老咧咯。我会惊呢。点啦，开边啦，事要做啊啦！我鬼怪，天来呀！师傅啊，咱拢无啥物动静啊。放心啦，有师傅这个茅山神术，我都唔相信哦，我都爱收敌。呀！臭豆腐，你人敢管我的眼事，写真敢死我！妖怪，到哪里去？看我的斩妖剑！呀！仙姑啊，救命！仙姑啊，我办唔到啦！菠萝样卡上，眼睛硬死出去！多谢仙姑。
感谢感谢。感谢救命之恩。开门啊！开门啊！第三声一定开，开！真歹势咧！昨呢，我去互恁赶出去，我的物件煞袂记咧摕，今仔日我是来带阮米桃转去的呢。老爷，回收来啦！多谢教爷，受老委拜。老夫有眼无珠，得失着圣僧，你莫受气，你莫受气。好咯，起来。多谢。我若无想要救你啊，我今仔日就袂来咯。荣华姐姐，我姐姐，是来啊。你毋是志亏，你毋是上我，我当然嘛毋是志亏啊。你到底是啥？你这臭卫生，你敢讲我会用事？臭卫生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想要破坏我的好事咧？你的好事往往有人会变成丧事，这项代志非常我关定咯。变多看看，看本姑娘厉害。你跟我来这套。这样，臭回去，我就是你有偌深的道理，只不过是如此而已。大大摇曳，俺缩手就搏。你别想。你也真够动，还阁袂死心呢。无毋对，只要你来死，我就安心。连狐狸尾溜就拖出来了呀！你这小灰熊！你若阁搞怪，我就甲你打屁屁哦！请你赶紧回来，请你赶紧回来，莫搁创治阮的爱。请你赶紧回来，请你赶紧回来，莫搁创治阮的爱。你若阁搞怪，我就甲你打屁屁哦！我哪会惊打屁屁？出来！孙呀，你若变成安尼，我迄内胆捡一个灰熊，甲我摕去啊！内胆叫摕去，不怪，你差一点要献出原形。我甲伊拍倒以后，伊会完成出脚，甲我拍着伤。关心，伊的关系是啥？是一个罗汉，手搁掠一尾金龙。啥？衡量罗汉。汉阳罗汉。假使真是亲像你讲的是衡量罗汉，那你要从内胆讨倒来，听起来就真困难。师兄，讲过你乌风的大名，什么人唔知？假使讲咱两个联手起来，敢讲斗袂赢伊？咱两个要斗赢，别的，都算搁加两个人，
嘛无材料斗赢。伊敢才是遮尔厉害？无毋对，所以咱袂应该硬命，要动脑筋。目前上重要的，就是要查出伊伫咧倒一间庙寺。师傅啊，阮后生伊哦，是啦，师傅啊，我拜托你，紧解救阮后生的性命啦！哎，你放心放心啦，我即马毋是咧准备啊。这啥？这粒啊叫做春卡定眼丸，干那我有咧卖，别人佫放袂来。无咯，师傅，啊？这敢会食的？啥物你袂食你啊？哈？这我尔啊补呢，也毋是讲为着要救你后生，这了钱的生意，我无啥想要做的。好啊，看卖咧咯。这块，你真是啊！阿爹，阿娘，这块，这感觉安怎样？还是拄则好亲像，有做一个梦。哟，公囡仔咧，你差一点仔都无性命，你知影无？是我家早有迄个师傅吼来解救你的性命咧。来来，咱起来共说一下多谢者吼，叫他进来。多谢师傅救命之恩。李志奎，你可知错咧？师傅，实在做失礼，地主毋知错在何处。人咧讲，心中无邪不怕鬼。你若心正，遐妖魔鬼怪哪会敢来搅扰你咧？有就是魔有心生，这个道理你应该了解吧？地主知错。师傅，从今以后，我一定好好认真读册，而且友好相亲，做一个有路用的人。明白就好咯，起来起来。多谢师傅。참师傅吼。啊？即摆迄个妖怪随时互你甲拍走去，要么过你若无伫个，毋妥伊若翻头倒转来，老夫一家伙啊，都凄惨歪歪啊咯。哦，安尼哦，你放心啦，这样代志就交回上我啦。真实的哦。不过元月啊，你着爱普桥做路，加做一寡功德，将来通好知音子孙哦。好，感谢师傅的指点。人来啊！紧啊，准备物件。来。师傅啊，这是吼老夫一撮的生意啦，希望你莫甲我提词，紧的甲我收起来吼。喏，你元月啊，和尚出来化缘，只要一点点仔文银就好。啊，你抱啊遮多来，和尚我哪会敢收咧？你若是无收起来吼，我心肝袂安，拜托一无下。安尼啦。是，地主一定会照师傅交代，安尼先落去做吼。那安尼，啊后会有期咯。奉上师傅。请你赶紧回来，请你赶紧回来，莫搁创治阮的爱。请你赶紧回来，请你赶紧回来，莫搁创治阮的爱。师兄，多谢你救我，啊若无我这摆，师妹，无的确这是你的劫错，红尘是非，我看咱若是稳固山林，认真修炼。啊毋过我想要去找一个人，什么人？师父相瞒，我对李公主的爱意是愈来愈深，我决定去找伊。不行，师妹，人妖两大，恁两个无可能有结果。
师兄，你救我，我永远都袂甲你放袂记。啊，不过找李公主，我是已经决定了，后会有期。师妹，师妹，你敢唔知？我的心肝内早就已经对你有爱。奇怪，我若把倒去，电脑起来拍出来。